第5点呢，特别邀请嘉定高中国家班学生现场演奏为展览加开书报，嘛为台南转运站加添文化气氛。每一天负责大众运输的公车客运，伫顶汉国际工程顾问公司的眼中，伊不只是交通工具，而是当用伫美学，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。所以因特别邀请艺术家陈世安展出51件纸公车的模型作品，用有路逼真的手工技术，呈现不同年代客运外观，互大家伫美久的春秋当中看见台湾客运演进的历程。让我们的行变成是个有趣的。那到这个最重要的转折的转运中心这个节点，也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能够让你觉得这个行不再是那么枯燥打瞌睡的一件事情而已。印象中的红色闪电的新南客运，还有八国联军的新营客运，还有这个已经倒闭的新城客运，那个都不存在了。还好有像郑老师这么热心的艺术家，可以帮我们把这些记忆都保留下来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展览真是非常的有意义。用纸做笔的艺术家陈世安，因为长期关心客运文化，对公车甲城市生活充满热情，一摆创作不止逼真还原车辆的外形，更进一步展现无同年代气氛，相当难能可贵。因为台南本来油井业很发达，造油井的时候要先做骨架，我们把骨架翻过来，就像巴士的那个结构，所以我们展出的目前这51辆车里面，超过一半，其实它的实车是出生自台南。该展览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是结合 AR 互动体验，互观众透过手机扫描，看见4款车辆的3D 影像，有更加深刻的体验。展期对今仔开始到5月17号，就伫台南转运站，邀请民众拥有前往参观，重新看见属于城市的风景甲故事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